这个新光3月百货公司的高层人员嘛已经赶到现场。 会当看到有几来穿西装的人员，脚步向狂，行向着爆炸地点。这个过程中，佫一直甲台中市政府的人员在讲话，看起来是咧了解着现场上新的进度。根据着台中市消防局的资料，发生爆炸的原因可能是12楼底装潢底施工致使着爆炸，总共是疏散着大约235个民众。 这新光3月的经理嘛已经来到现场，来听伊详细的说明。我们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悲伤，发生这样的事情。事实上，我在11点30几分有得到这个消息，那也马上赶往现场。那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呢，是针对我们的伤者还有这个往生者我们要进行接下来后续的关注关心。那我们现在整个意外呢，我想借由这个消防局以及检调单位，事实上都在进行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针对所谓的伤者来尽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一个抚恤的动作。那我想新光3月身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在社会上给人们这个一个 shopping 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尽我们所能，也会针对该负责的，我们来负所有的责任。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